文體旅局會聯同旅發局將分階段推出以光影巡禮為主題嘅全新表演，取代已經陪伴香港超過20年、完成歷史任務、快將要功成身退嘅幻彩詠香江，以豐富旅客喺唔同節慶嘅體驗。我哋亦都睇到咧，去年我哋喺中環做嘅光影會咧，其實大家嘅反應係好嘅。咁光影會仲有另外一個好大嘅強項咧，就係佢係可以好容易咁咧去改變嗰個演出或者係展出嘅內容。譬如話，我哋喺去年嘅時候咧，都將我哋嘅聖誕嘅光影會咧修訂咗，係為咗要配合我哋嘅倒數活動。咁我哋雖然係唔容易，但係好快咧都係可以修訂到。呢個咧幻彩詠香江係冇呢一方面嘅彈性嘅。光影會有另外一個好處呢，就係我哋可以配合旅發局。今年咧，佢哋會有好多新嘅節慶嘅慶祝活動，譬如中秋、譬如萬聖節等等咧，佢哋都打算係新引入作為一啲嘅旗艦活動，或者係加強現有嘅活動去作為推廣。旅發局亦都咧係會打算喺一啲我哋傳統嘅旅遊景點嗰度咧，係去積極咁樣研究引入光影會。其中一個可以同大家預告一下咧，係咪喺山頂可以做到呢個光影會？好多嘅旅客如果佢第一次嚟香港，必然到山頂，但係如果佢多來幾次以後咧，或許山頂未必係佢嘅首選。呢一類咁樣嘅營造氣氛，特別喺晚上嘅時候咧，會大大咁增加咗呢一個傳統景點嘅吸引力。我哋期望光影會喺下半年咧可以推出。旅發局嘅構思係唔會晚晚都上演，特別係如果配合節慶啊或者配合特別嘅主題嘅話咧，所以你一定要呢個時候嚟睇。呢個特別對於短途旅客咧係有一個幾好嘅吸引力嘅。我哋預計2026年全年訪港旅客將會達到5380萬人次，比去年增加約8%。